而家嘅天氣咧就喺度不斷咁升溫，但係我哋信義嘅房東嘅心喺度一日一日喺度降溫，因為而家放盤嘅越嚟越多啦。就算佢哋將當時嘅首付全部蝕柴，都要咬牙咁去放盤。睇睇而家嘅信義二手房嘅市場掛牌放出嚟嘅房係一日比一日多，新房入邊咧亦有20幾個盤等住買家嚟買，咁你仲未有算上咩發拍房或者其他平台上面嘅。當下我哋信義呢個大環境，年輕人係入唔到嚟，大學生又留唔住，大學生揾工作，基本上佢嘅就業崗位咧，除咗銷售依然都係銷售。如果講有一個國企啊，或者講公務員啊呢啲咁嘅職位空出嚟嘅話咧，簡直可以講係擠破頭腦都想擠入去，係好幾百人去請一職位置。所以講而家會樹揾到咁多人嚟買房。我哋以前嘅觀點係乜嘢咧？就係嗰時候邊隻樓盤個房多，咁就代表咧邊個位置嘅有錢佬就會多，啱唔啱？當時咧就係樹枝花園最貴，就買樹枝小區。嗰時候啲客戶咧係可以講係專門揀啲貴價嘅嚟買，就好似碧桂園世紀城啦、東匯城啦、天娛一品啦、天娛花城啦、和景花園、兄弟御景城等等呢啲樓盤，價格基本上係7000幾蚊左右嘅房上車嘅大把人在。而家嘅單價，碧桂園世紀城嘅精裝房，當年嘅咧係7000幾蚊買過嚟嘅，而家掛牌5字頭一人有，一套房時間20-30萬係好正常嘅事情。關鍵咧就係5000幾蚊一日賣唔出去，點解咧？因為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呢個樓盤好多係未出房產證嘅。再比如講天娛一品、陽光城、天娛花城呢啲樓盤，當年單價大部分都係7000幾蚊攞嘅。而家嘅市場係幾咁激烈，大家都知噶啦。如果而家買降價，係根本上係冇可能賣得出去。好似呢種嘅房嘅首期，其實早已經蝕柴噶啦。我哋普通人買房呢件事，可以講係真係要慎重考慮，考慮好啦再落手。因為一旦買錯，只要你買過一次，你都係承受唔起噶啦。講得好聽啲呢，係就係叫做資產縮水；講得難聽啲呢，就係血本無歸。所以麗麗真係真心咁建議大家，如果講你係真係未有購房嘅需求，咁就冇必要為咗面子去買房啦。因為而家嘅時代變開嚟，需求亦唔係一樣咧。如果講你真係有呢方面嘅需求，為咗結婚、為咗小朋友讀書而去買房嘅，咁真係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一定要諗清楚自己嘅真實情況。每一味去追求啲大戶型大套嘅房，亦冇必要去盲目咁去貪比，適合自己嘅先係最好嘅。過度咁去所謂嘅投資，其實係為難自己，亦係為難你自己屋企人。當下買房更加唔好去碰嗰啲書包特別遠嘅一啲偏嘅樓盤，因為再平，我認為都冇必要。如果講你買到，咁你可以講係變成妥妥嘅大韭菜噶啦。仲有嗰啲老破大、老破細嗰啲房，你最好冇去碰，除非價格係非常非常之便宜。因為有啲房可能樓齡咧比你小朋友仲要大，甚至可能比我要老咧，樓齡都已經超過咗銀行願意能夠貸款嘅嗰個期限。你買過咗之後，就等於換房嘅時候，你有可能咧可以講係冇可能賣得喐噶啦，係咪人會去接手噶啦？如果到嗰時候可以講係真真正正變成咗不動產啦。我就信義買房嘅麗麗，見過太多信義嘅房東嘅嗰種買房嘅新鮮嘅嗰種故事啦。如果你真係剛需買房，麗麗隨己俾一個忠告你，價格同樣嘅情況下，能夠買新房就冇必要買二手房。點解？我前面嘅視頻當中咧，可以講係無數次講過，你可以翻嚟聽聽。因為我哋老百姓賺啲錢真係唔係容易。如果講你覺得麗麗講得啱嘅，對你有用嘅，咁就點讚收藏起身，轉發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如果你亦計劃呢個暑假期間翻嚟信義睇房買房，但係唔知道應該點樣揀，亦係有需求要買房嘅，咁你可以揾麗麗詳細傾傾啦。我會根據你實際嘅需求情況，俾到你專業嘅建議。我係麗麗，我哋下期再見。